看国内政治消息，头先来看台北市，国民党的参选人蒋万安甲民进党的陈时中，今日是分别伫咧南港甲内湖拜票。无党籍的参选人黄珊珊是发表伊的新创政见，希望提悬市府投资新创业者预算。第市场内底参民众博感情，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的行大计划12来到最后一站，伫南港的承德市场继续争取市民的支持。其实我想也借由这样的行走，也更了解我们地方上面市民朋友他们的想法，包括商圈要如何振兴，包括市场接下来如何加速改建，包括鱼市场怎么样改善环境等等。我想这些都是在透过行走基层所得到最大的收获。支持18岁公民权，台北挺青年。另外一边，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是来到内湖，头一摆徛路口拜票，嘛为年底18岁公民权修宪公投催票。不过边仔大楼的居民却为桶仔内底画叉。但我们就音量把它放小来哈，我想各党都会这样做，那我们把它声音量放小来，不要打扰到大家。12无党籍参选人黄珊珊发表新创政见，邀请过去伫市政府辅导过的业者，证明伊对创新创业的支持。伊进一步表示，未来若当选市长，会立即补助文化产业，强化甲国际接触，提悬对新创投资的资金规模。伊讲，目前相关的投资法案已经送议会审查，不过说，互国民党议员冻掉咧。对，我们要编一个这么高额的预算，的确是需要慎重，但预算已经过了。法案只需要投资2个字加进去而已，那全部的投资审议、将来的评选，这些都会是一个公开的机制。但是法案不通过，连这个开始的机会都没有。黄珊珊讲，蒋万安嘛重视新创，呼吁国民党的市议员嘛爱支持这个政策。记者林世豪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